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2年的12月21号。今天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上卷第2章第1节到第10节，创世纪第37章第2节到11节，马太福音第1章第1节到17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约瑟的异象。异象，许多人都有所误解，总是认为异象是一件很玄的事情，但是事实上，异象指的就是眼界。英文的翻译是 vision。一般我们说的是视力，或许我们应该要这样子来思考异象，就是说，让我们能够看得更远，看得更清楚。所以有些眼镜公司他们的广告会这样说 ：See better, look better， 能够让你看得更清楚，看得更好。就好像牧师一样，我不戴眼镜就不能看得清楚，我必须要戴眼镜。在肉体的视力上面，我们靠的是眼镜来帮我们做调整。也因此在监理站的考试啊，或是资料的注记里面，会针对佩戴眼镜的人标注矫正后视力，要看看他们是否因为矫正合格看得见。那在灵性上，我们称为异象，不是透过眼镜来改善，而是透过上帝所赐给的这个灵性，我们说属灵，或是启示，以及上帝旨意的显明来成就。所以一般有异象的人，通常是一位谦卑而且愿意顺服上帝的人才是。异象不是让人用来展现自己的功力或是能力，而是要让人明白上帝的计划，看见上帝摆在我们遥远的前面道路的计划。约瑟让人不喜欢的原因，是因为他喜欢打小报告。他的父亲喜欢他的原因，只是因为他大小报告都会将事实来告知。更重要的，其实重点是在这里，他跟父亲的关系是亲密的，也因此他特别得到了父亲的喜爱，而送给他特别的礼物，就是彩衣，也更因此招惹了哥哥们的讨厌。在一连串的事情发生的原因，造成了哥哥对他的厌恶，又加上他又说了他的梦，就是所谓的异象，哥哥们就更生气了。圣经告诉我们哥哥们的态度。约瑟的哥哥们看见父亲偏爱约瑟，就憎恨弟弟，不跟他和睦相处。后来约瑟他做了梦，并且告诉了大家。圣经说，有一次约瑟做了一个梦，他把这梦告诉哥哥们，他们就更恨他。他说，让我把我做的梦告诉你们。我们都在田里面捆麦子，我所捆的麦捆立了起来，笔直的站着。你们的麦捆都围着我的麦捆下拜。
也因为个人的好恶而使人遮蔽了眼界，不但是自己看不到异象，更让自己的能变成蒙耳遮眼，而变成听不见也看不到上帝的计划。约瑟的哥哥们因为情绪上的厌恶以及排斥，他们就这样说道。圣经记载，哥哥们问他：你想做王统治我们吗？由于约瑟把自己的梦告诉了哥哥们听，他们就比从前更恨他。事实上，并不是约瑟很想要当王，他后来也没当王了而是上帝透过这样的梦，让他看到了将来的计划，这个就是异象。上帝也启示了将来会发生的事情的样貌，但是他的哥哥们却完全的不能够明白，或是根本就拒绝相信。约瑟呢，他不止一次的做梦，他还有第二次领受上帝给他的异象。当然，他又告诉大家，圣经说，后来约瑟又做了一个梦，他告诉哥哥们，我又做了一个梦，我看见太阳、月亮跟11颗星星向我下拜。约瑟也将这个梦告诉父亲，父亲就责备他说，你这算是什么梦啊？你想你母亲、哥哥们和我都要向你下拜吗？约瑟的哥哥非常的嫉妒他，他的父亲却一直想着这件事。是否我们也如同约瑟的哥哥们眼盲了呢？因为个人的情绪，因为个人的想法，因为自己的骄傲而遮蔽了自己的眼界。希伯来书第11章告诉我们，信心不就是要看见那看不见的事吗？信心就是异象的基本要件。那么信心是什么呢？信心是对所盼望的事有把握，对不能看见的事能肯定。异象就是让我们能够看见上帝将来的计划，并且有信心的来跟随他，因为我们就这样能够看见了。那一本写给犹太背景基督徒的马太福音，他一开始就提到了犹太人所熟悉的族谱跟家谱，但是那一些对耶稣心存嫉妒的犹太人们却不愿意接受，也蒙蔽了自己的眼目，让自己看不到上帝拯救的计划。无论是马太福音第1章，或是路加福音第3章的家谱，其实都是在指明上帝救恩的计划是从上帝而来，是从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而来。但是那些犹太人却选择不接受，他们选择拒绝相信。上帝给约瑟的异象，就是让他看见了将来他的家庭会遇到的饥荒还有困境，然而约瑟就是那一位上帝所赐下救恩的媒介。透过他的哥哥们的出卖，
即便是他的哥哥们不愿意相信，也不明白，但是根据圣经的记载，约瑟就在饥荒最严重的时候，成为了他们全家的拯救。他的全家后来也就如同他在之前的梦看见的异象一样，向他跪拜了。其实重点不在于跪拜，而是重点是在因为异象让约瑟看见了上帝奇妙的作为以及救恩。撒母耳记上卷第2章第1节到第10节，哈拿祷告说：上主使我心里充满喜乐，上主使我抬得起头，我向敌人发笑，因上帝帮助我，使我快乐。唯有上主神圣，除他以外没有圣者。我们的上帝是唯一的保护者。你们不要再发狂傲的声音，你们不要再说狂妄的话语，因上主是洞悉一切的上帝，他审断人的行为，勇士的弓折断，软弱的人变为强壮，富足的人反而为食物劳碌，饥饿的人不再饥渴，不育的妻子生了7个儿女，多产的母亲丧尽了子女。上主使人死，也使人活，他使人下阴间，也使人再回来。他使一些人贫穷，一些人富足，他使一些人卑微，一些人尊贵。他从灰尘中提升穷苦的人，他从粪堆里抬举贫困的人，他使他们做王子的友伴，使他们得荣耀光彩。地的根基是上主所立，他在上面建立了世界。上主看顾他忠信子民的脚步，邪恶的人要在黑暗中消失。人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取胜，上主要除灭自己的仇敌，他要从天上雷击他们。上主要审判全世界，他要赐能力给他所立的王，使自己选立的君王昂首凯旋。感谢主救我们，求主帮助我们能够领受你的启示，看见你的救恩。求主帮助我们不高举自己的情绪，愿意学习谦卑顺服，使我们有信心看见上主你的计划，愿意跟随你的旨意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